觀眾好，又係馬後炮時間。近期天氣甚差，天雨連連。上次沙田日賽嘅喺黏地上演，不過更不幸嘅係荒漠組合再次無緣頭馬，只有可憐嘅一個第三位置。4匹初出馬無表現，連郭富城通常一出必勝嘅初出馬，今次冇臨勝意，亦都只能跑到第4，爭冠軍機會應該係處於下風。然而，經常被我推薦嘅呂健威又連勝3場，冠軍之爭應該在沈集成與他之間。要可以競猜冠軍二馬師，我必定投其一票。跟進馬有頭場3名香港精神及7底跑嘅係江南勇士。香港精神跑2000或以上最好，江南勇士跑1400或1600都好。看賽事錄影。黃記居隨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嘅。快少少馬外邊位置東星月喎，咁啊出邊仲有黃衫嘅至高心得啦，中間啊開心三多埋邊一路比上去呢，就係隻齊歡聚落嚟㗎。馬林中間啊光輝歲月啦，後多層嘅馬啦，仲有精算特殊啊綠色衫嘅，內欄粉紅眼罩有江南勇士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先有永勝金區香港精神啊，尾4係幸運同行啊，後邊嘅3匹多浸嘅嘛，中間啊開心三多，揈出去外邊追啊，有永勝金區大愛當係光輝歲月埋邊等緊位呢，仲有富裕君子啊，好啦正直路啦，前面齊歡聚落啊，已經係佔先咗第一有馬頭位到啦，中間香港精神上緊啊，外邊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捷足奔馳啊，出邊追係富裕君子大我當美麗多型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齊歡聚落仲係佔先啊，香港精神用咗一段又唔多咯喎，外邊追上嚟嘅馬仲係隻捷足奔馳啊，最後100零米齊歡聚落大步大隻擺咗喺前面走都好有機會一放到底啊，捷足奔馳第2，香港精神第3，第4名係富裕君子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呢隻齊歡聚落咁啊都係大步大隻，最緊要啊撻着個頭段擺咗喺前面走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！外邊捷足奔馳追上嚟跑第2，香港精神第3，第4名。6場頭馬傑出雷霆再出可以再勝，呂健威喺馬房通常都可以越戰越勇，值得信任。再睇錄影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長勝金剛快㗎，咁啊中間仲有鋼鐵安防啦，最出呢，仲有呢隻正本巨星，外邊黑衫仲有飛馬座啊，第5位星月飛雲，第6位天外迎天，內欄第7紅衫健康快車啊，後邊嗰5匹馬本領多好呢，傑出雷霆啦，尾3啊有備而戰尾7紅衫嘅健康快車，後啲先有本領多好有備而戰啊！尾3入直路黃衫嗰隻呢就傑出雷霆啊！響內欄尾2入直路呢，紅帽嗰隻耀寶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埋邊啊飛馬座，外邊就正本巨星兩隻馬鬥緊啊！咁啊見到中間星月飛雲就開始追上嚟，後多層傑出雷霆亦都穩位上，大愛當粉紅衫嘅有備而戰，內欄耀寶健康快車大家爭位啊！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星月飛雲，外邊追上嚟嘅馬有傑出雷霆，最出仲有一隻有備而戰。接近終點傑出雷霆贏啊！跑第2名呢，外邊追係有備而戰，星月飛雲第3、第4名嘅馬呢，似乎係嗰隻長勝金剛喎。結果今早賽事呢，就全部都追啦。星月飛雲前中段都係貼欄，不過都係教嗰隻傑出雷霆嘅主動啦。傑出雷霆呢，咁啊乘住星月飛雲力弱嘅時候，沿住個中檔追。出邊仲有追8場第2名百勝金龍長途健將，沒有其他出路，下次可以再追，再睇下呢個1800大錄影。熱係1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啊黃衫嗰隻呢就進城區嚟㗎，響佢外邊藍白環間衫嘅包裝戰士啊，大約第3位到啦，6衫啊超開心啦，埋邊呢走咗上嚟有8心之星啊，內欄6衫藍眼罩嘅馬呢，仲有隻熒光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粉紅衫外邊百勝金龍啊，馬林中間紅衫赤風嚟啦，走埋上嚟紫荊戰士啊，內欄灰馬綠色衫係嘉樂寶區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紅桃大展啦，外邊呢仲有夢照發啊，後邊嘅3匹馬發財金哥和道威黃衫內欄尾2啊，暫時殿後係盈益線嚟㗎。好啦，過晒1200米嘅段柱啦，放嗰隻呢原來係8心之星嚟㗎，進城區都唔夠佢快啊，跟住個第2隻。
包裝戰士啊，第3位，守住第4，埋邊有呢隻就熒光啦，中間第5、6、3係超開心啊，出邊粉紅衫第6位仲有百勝金龍啊，再後邊嘅馬紫荊戰士灰馬6、3內欄位置加樂寶區，後邊個6匹馬赤風嚟紅衫響尾6啊，後邊個5匹紅桃大展啦，咁啊仲有夢照發啦，尾3內欄呢就係和道威啦，6、3紅帽發財金哥要攞出去後外邊噶啦，後邊嗰匹馬係盈益線嚟㗎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八心之星都係威係勢佔先入嚟嘅，進城區第2位啊，第3位外邊有包裝戰士，揈出去外邊嘅馬有超開心啦，粉紅衫粉紅帽外邊百勝金龍，最出嗰邊仲有2隻夢照發大外檔藍眼就係發財金哥啊，最後300零米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中間位置係超開心，鬥緊外邊百勝金龍啊，最出嗰邊呢就夢照發一路推進上嚟，埋邊嘅包裝戰士，最後100零米超開心埋邊，中間百勝金龍兩隻馬鬥緊嘅時候，夢照發上嚟啊，咁啊最後100零米外邊夢照發呢冚上嚟有機會呢同嗰隻百勝金龍一齊都要影相，第3名係超開心，第4名外邊嘉樂寶區。結果今場賽事百勝金龍就中間粉紅衫粉紅帽嘅，外邊一鼓作氣追上嚟係嗰隻夢照發，以為夢照發過晒嘅時候，百勝金龍咁啊俾落去仲有，咁啊第3超開心，第4名外邊嘉樂寶區個勢呢就似乎好過入邊包裝戰士，似乎一對谷草牌。 9場百勝威龍雙後復出即勝，屢扣又一黃牌，跟進馬龍城強將，天四特佳，下次形勢有利，可以投注，可以睇睇賽事錄影。暫時係11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先啊，埋邊有紅財快嘅，出邊粉紅眼罩百勝威龍啊，6、3走咗上嚟第3鬥志波，外邊第4位仲有遨遊波士啊，中間黑衫慘喎高明豐盛呢進佔第4啦，內欄大約跟住個第6位嘅馬有銀騰啊，中檔橙衫第7位就部族高手外邊啊龍城強將啊，後邊嘅6匹馬啦，咁啊有瑞奇威風粉紅帽外邊嘅，咁啊尾4尾5橙衫響入邊呢，就係呢隻部族高手啊，傲然嗰啲馬掟出去外邊有孤峰潛影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紅財貼咗欄仲係佔先嘅，百勝威龍跌咗邊喎，咁啊又未轉腳響第2位啊，第3位嘅嘛，外邊遨遊波士追啲，中間有龍城強將，最出係飛躍成就啊，最後100零米紅財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，百勝威龍第2位啊，大外檔飛躍成就喳喳聲上緊嚟，最後50米到啦，咁啊佔先嘅嘛，百勝威龍外邊追上嚟飛躍成就，第3名係紅財，第4名龍城強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相當接近啊！百勝威龍好遲先要換到腳，邊都跌埋，出咗嚟先粉紅眼罩嗰匹啊！外邊追上嚟飛躍成就，埋邊好。尾場第2名亨記千四特佳喺葉扣有穩定演出，配合澤堯不會太熱，可以再作冷腳，形勢好的更有勝機。可以回看賽事錄影。黃旗舉起，好，你一開閘確好勁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馬呢就開心老闆走咗上去啊！埋邊位置呢就係呢隻神池都快閘啊！出邊有天福馬林，中間開心三寶走翻上去，中檔位置橙色眼罩大約第5位啦，就係呢匹天然數字啊！出邊粉紅衫啦，我最出嗰隻呢有呢隻間位置啦。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埋邊位置神池已經係湧咗上嚟啊！中間位置就開心三寶啊，出邊追咁啊有呢隻粉紅衫嘅有形量，外邊位置啊大眾福星，偷入邊上有肯佩斯，最出嗰邊仲有隻亨記啊！最後100零米神池響埋邊透出咗，拋離後邊嘅對手個幾身位贏緊呢場賽事噶啦！亨記追上嚟就跑第2，第3名係有形量，第4名呢入邊肯佩斯係咪機會大啲呢？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神池把握到個1檔起步都係跟前啲啦，咁啊結果就擠甩對手贏馬，外邊追上嚟跑第2呢係亨奇啊，第3名有形量，第4名入邊。以上就係我嘅跟進馬，希望可以帶俾觀眾有收益，多謝收睇。